其實復村嘅諗法就唔係源於復村嘅，根本就即係我自己由2001年開始，我都想啲禁區釋放。咁譬如話禁區開放，譬如沙頭角冇禁區，咁成個海灣區用得到。荔枝窩、慶春有呢啲地方都可以，即係將佢活化再利用，因為呢啲全部都係一啲資源嚟嘅，一啲自然資源同埋一啲好珍貴嘅資源。就算自己用唔到，其他人都可以用得到。我咧係好感慨嘅，我嫁咗嚟呢度42年，初翻嚟咧覺得係好唏噓嘅，冇可能成事嘅。但係而家俾我哋睇到咧，心想事成咯，多得你哋啲人咯。中大嗰啲建築係咧，幫呢度嘅路屋咧，真係佢好有心機咁樣。因為清咗之後咧，佢俾將來經過呢度嘅旅客又好，就算係以前嘅村民去咗外國都好，將來睇嚟翻到嚟，咦都整得幾好喎咁樣。咗村我都希望人同大自然要和平共處嘅，咁啊希望日後睇下會唔會可以真係即係揾到笪牛樂園啊，即係大家可以人又可以嚟到，牛又可以安居咁咯。